2月26日不是一般的感動故事，4A 不是世上一般的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是那些體面地將痛苦轉變為精神成長的人的故事。比爾的視覺第13頁英文版。進入協會的每一刻，我聽到別人講述他們早期與走的事實、孤獨、恐懼和痛苦。當我在聽時，我又很快聽到完全不同的一種描述：清醒的事實。這種事實是自由與幸福、目標與方向、寧靜與平和，在上蒼與自己和他人。通過參加會議，我一而再而三地被引入這種事實。我在周圍會員的眼中看到它，在他們的聲音中聽到它。通過實施 AA 的康復計劃，我找到了將這種事實變成自己的事實的勇氣和力量。能夠獲得這種嶄新的事實，是我在 AA 的歡樂。